少年人愈来愈晚结婚，囡仔嘛愈生愈少。去年咱台湾敢若138000人出世，创历史新高。不过今仔日是双十节，病院的产房嘛传出好消息。台安病院透早有3位双十的红婴仔出世，那国泰病院有1位。41岁陈小姐原本有产期伫10月底，想要到因为血糖伤过悬，提早到病院催生。实则透早破腹生3300公克宝贝查某囝，意外正做国庆宝宝。阿母两个人竞争出来第一个囡仔，爸爸佫激动到后甜流目屎。第一胎嘛，然后又是女儿。然后这个女儿就是我所谓的人家讲的前世的情人哦，超开心的。昨天她刚出生那一瞬间，我还哭了，还滴了两三滴眼泪。预产期的话是10月19，那因为宝宝是比较大一些，所以说就是有提前就是要先生出来。双十国庆日，病院产房陆续传来好消息，但病院表示，现在起已经有3个国庆宝宝，国泰病院是有1个，还佫有6个是待产当中。有妇产科医师表示，受到环境因素影响，部分少年人无愿结婚，也无愿意生，少子化问题真严重。去年台湾新生儿人数只有138000人，创历史新高。今年恐惊会佫继续下探。今年到6月30号，我们全台湾的出生率还不到6万。那去年的总 total 是138996个新生儿，所以6月底还没有到6万，是比去年还要少很多，所以理论上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少。医师提醒，有生囡仔规划翁某应该把握25岁到34岁上好生囡仔年岁，佮落实定期产检，降低有新的时阵高风险，共同守护妈妈甲囡仔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